俾所有新手博主一個建議，喺2025年千祈唔好做內容嘅垂直啦。如果你而家仲做緊賽道嘅垂直、內容嘅垂直，咁喺2.0嘅小紅書時代裏面，你已經 out 咗啦。而家要做嘅係人群嘅垂直，你要俾人哋知道你賣緊啲乜嘢，你嘅客群係邊個，佢哋中意啲乜嘢，然後針對呢一群人輸出佢哋感興趣嘅話題。舉個例子，我有一個學員，佢係做美業絲襪嘅，咁佢嘅客群咧係30至到50歲嘅女人啦。然後呢一群女人，佢肯定係身體有啲問題，而且婚姻一定會有啲問題嘅女性嚟嘅。所以你日日發絲襪，話絲襪對身體好好啊，對身體有幾咁重要啊，倒不如發一啲夫妻生活如何和諧相處，又或者你知唔知道女性嘅身體秘密等等呢啲咁嘅問題，呢啲咁嘅內容，佢哋最感興趣。你只係針對呢一部分精準嘅人群去做佢哋感興趣嘅話題，打痛點就可以圈定呢一群人群㗎喇。你學到未啊？如果仲唔識，你可以問我，我教你。